咗圈，發現天橋對面開有網吧、物流公司同埋汽車配件檔口，附近仲停住好多貨車，人群混雜。而附近嘅老友都話，呢度夜晚嘅治安唔係咁好。嗱，喺學校住過宿舍嘅老友都明白啊，學校嗰道門呢係擋唔住學生哥啲不羈的心嘅。咁啊，學校要關門嗰陣，夜生活先啱啱開始，於是好多學生咁啊爬牆又好啦，兜路又好啦，提前出到學校門口，網吧啦、燒烤啦、宵夜啦。呢單嘢嗱而家仲未查清楚，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希望同學仔外出真係要小心。你哋已經成年嘅啦，應該對自己嘅安全以及人哋嘅安全負責。點解話人哋嘅安全呢？因為我覺得阿紅兒佢男朋友呢，就真係唔知點講係咪真係未大透嘅咧？女朋友凌晨2點幾出去揾你，你都放心嘅係嘛？打網遊係咪真係咁重要先？你又可唔可以停低下唔好玩住，咪接咗你女朋友先，唔好等佢一個人去行夜路啊！嗱，下邊呢條片咧，希望大家繼續要關注下嘅，一嚟就睇下幫唔幫到手啦，咁啊二嚟亦都俾屋企有慢性病嘅患者嘅老友咧，係一定要有啲提醒嘅。咁啊最近呢，廣州海珠區一名患有失眠同埋胃病嘅阿姨咧，因為不堪病痛嘅折磨，亦都唔想連累屋企人，竟然選擇留低遺書，離開本來幸福和睦嘅屋企。老婆啊，蔡少華，你翻嚟啦！一家人等住你啊！呢一位老人家係住喺海珠區麗福路嘅丁伯，佢58歲嘅老婆華姨喺呢一個月11號晚，詐假意話落街買酸奶，離家出走，到依家都仲未揾翻。我問佢，我話你使唔使我啊？佢話唔使，咁樣我一下子疏忽咗，咁半鐘到，佢又打咗個電話上嚟，佢話你唔使揾我啦，有抄出嚟。就睇見佢留低呢番遺言，我馬上成個人癲咗咁樣，問佢喺邊度，咁佢跟住收咗線啦。丁伯同埋個仔即刻就報警，調取監控之後得知華姨喺寶業路上咗部的士。丁伯話佢哋一家人幾十年嚟一直都相處和睦，冇咩拗撬。今次困擾華姨嘅係佢多年嘅失眠，同埋呢2-3年開始嘅胃病。華姨嘅遺書度話，疾病越嚟越令佢難以承受，佢唔想連累屋企人，所以選擇永遠咁樣離開呢一個世界。丁伯話以前華姨失眠嗰陣，心口會揦住痛，2-3個鐘之後先至恢復，但係近段時間身體就越嚟越差，脾氣亦都越嚟越暴躁，而且因為有淺表性胃炎，唔肯食嘢，華姨暴瘦得返70斤。最近呢段時間呢，就我成日都係咁樣，都仲係揦住嚟痛，所以咧佢自己呢個情緒好低落喺嗰段時間，我一直都要佢睇，咁但係我睇藥翻嚟以後呢，食咗藥以後冇乜效果，佢又自己都又唔再乜嘢啦，即係就唔食㗎啦，咁就又要換一個醫生，睇咗一次心理科，咁就話有抑鬱症嘅傾向。丁伯話佢哋揾過晒任何華姨會去嘅地方，亦都問過晒所有親戚朋友，但係都冇華姨嘅消息。而且華姨走嗰陣冇帶手機同銀行卡，屋企裏面有佢嘅相，幾乎都俾佢攞走或者係掉咗。丁伯話佢哋而家真係束手無策。已經第10日啦，老婆。有乜嘢有咩事情由我一心承擔，你唔好諗埋一邊。屋企有啲人成家人等住你㗎，你如果仲喺度，你一定要翻嚟。華姨全名叫蔡少華，身高1.6米左右，身形消瘦。出走嘅時候喺寶業路上的士，身着住啡色無領上衣、黑色長褲、黑色雪地靴，孭住一個大好黑白色購物袋。如果有見過呢一位阿姨嘅老友，可以致電丁生或者向我哋嘅118114報料熱線以及警方提供線索。嗱，我理解華姨嘅心情，日日瞓唔着，有病痛，個心自然好難受，亦都好驚連累屋企人。但係你咁樣走咗去，只會令到屋企人更加食唔安、瞓唔着。既然結婚戴戒指嗰陣，心入邊係承諾照顧對方一世，無論貧富疾病。既然丁伯有決心同你一齊面對，希望阿華姨可以翻屋企，係咪？一份傷痛分成2份，你就少咗1分痛楚。嗱，更加重要嘅係等屋企人安心，佢哋而家真係好擔心你，亦都好需要你，亦都希望咧見過華姨嘅老友咧，快啲同佢屋企人或者同我哋聯繫啦。我哋報料電話係18114轉7，唔該晒，或者上我哋今日最新聞嘅官方微博。
如果我哋平時咧唔見咗個荷包咧，心入邊一定係囉囉攣㗎啦。不過廣州白雲區有個老友執咗錢竟然咧仲比跌咗錢要急㗎。點解咧？原來佢發覺佢執嘅呢一筆錢竟然係一筆愛心嘅善款。咁究竟係邊個跌嘅咧？呢個老友又揾唔揾得翻個失主呢？一個細細嘅文件袋，居然塞滿一沓沓100蚊紙。前晚廣州白雲區嘅何老師同老公一齊從屋企落樓嘅時候，竟然見到地下有一袋錢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誰丟的，然後呢，我就因為我在後面呢，我就往那邊去，我先生就往這邊去看看誰丟了，但是沒有找到人。何老師話攞住呢袋錢，自己喺樓下足足等咗2個鐘，但係左等右等都唔見到有失主過嚟揾，於是佢就唯有將啲錢攞翻屋企先。但係當佢哋喺屋企打開個袋再睇真啲，就更加大吃一驚啦。拿回家去看這一張，這裡面的，但是錢我都不敢去動的，不敢去數。啊，就這裡這個名字，就像是捐贈人的名字，對是吧？啊，是，關鍵是這裡，你看，這裡還有，是吧？都有一些愛心手拉手，小孩子的。